总统府音乐会伫车杯举办，迄时有来一个立陶宛的人声合唱团 Jazz Island 伫台顶演唱台语歌《黄昏的故乡》，得到真侪捧声。今仔受到立委邀请，带因去到永居体验花仔的文化。这团员头一摆体验到画碗盘，因拢感觉讲真新鲜。 斟酌伫花盘顶悬画红仔，这群人是来自立陶宛的人声合唱团体 Jazz Island。因伫车口则伫总统府音乐会表演。12日间，立法委员特别邀请因来永居体验花仔文化。Guess we're really excited to understand your culture and your traditional art, so it's really cool. 苏卡会表示，这摆 Jazz Island 伫总统府音乐会的表演是展现两国之间的友情，加上过去台湾伫疫情期间，立陶宛捌捐赠疫苗予台湾，则特别邀请因来永居一逝，也勾我两国之间的友谊。立陶宛在中文的意义上就有站着的陶碗，所以当我知道这群年轻人来台湾的时候，也很想让他们看看台湾的热情与善意。It's amazing how two countries can support each other and spread their culture and get to know each other's culture and also sharing our culture because we're singing our folk song. Jazz Island 团员表示，这摆来台湾充分感受到台湾人的亲切甲好客，感觉真感谢。总统府音乐会共同主办单位文化总会也表示，这摆立陶宛合唱团来台湾，就是咧展现民主阵线两国之间的友谊。记者郭文长随新北报道。